继续咱来看，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昨飞去访问日本，头一站伊去东京的妈祖庙。这间妈祖庙的董事长詹德芬是亲心来接待。不过詹德芬目前是关党赖清德后援会顾问，伊大声喊郭文哲当选的这个举动是引起大家联想。因为郭文哲嘛伫咧尾仔的时阵参加交宴，发表演说。不过这届大桥差不多是70个人去参加。到2014年，郭文哲去拜访日本的时阵，迄当阵有甲500个人，人数是差真济。柯文哲！大声喊当选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随时出发去日本访问5天，第一个行程就到日本的妈祖宫。因为妈祖宫的董事长正是关东信赖台湾基友会顾问，挑战赖清德的意味真高。尤其是我们妈祖庙每一位来的人，我们都非常的支持。所以要问我是哪一位的话，那就我投票那一天我才知道什么会的顾问我都会当。真的要当面邀请一下，会啦，这一定要的。郭文哲也伫尾岸参加由日本国会堂口主办的校宴，而且发表点外钟的专题演讲。大陆不会让台湾独立，所以坦白讲维持现状是不得已的选择。这里有趣的，如果台湾在现阶段不可能统一，也不可能独立，那我请问国民党跟民进党每天在乱什么？在台湾最近一个很大的口号叫下架民进党，基本上我是不赞成这个口号。为什么？下架民进党，难道换国民党上去贪污啊？郭文哲也讲到，民众党无容去并购其他的党，敢若是暗示南北合的可能性真低。针对两岸论述，伊讲伊是上会晓甲中国沟通的人。另外，特别注意的是，这边校宴参加的人只敢若60位。甲2014年郭文哲以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身份访问日本时阵，差不多500位大桥出席的规模甲声势差真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